2020年7月初1，每日读经。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61节到168节，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11节，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这中间咧讲到耶利米，上帝叫去看一个做陶这个师傅咧做工课。对我来讲，我细汉的时阵，差不多逐工看我的爸爸伫厝里后壁的工厂咧做石膏红仔。永过并无有迄种大的工厂专门咧生产石膏红仔，因为阮厝里咧卖石膏红仔，拢是我爸一个对这个油涂去捏做，来翻模制作。然后大量来翻做了后，做阮厝里美术社店内底的商品，或者是销去伫学校。常常看阮爸爸在用一块布甲伊的雕塑盖起来，因为要保持迄个油涂的淡的湿度，因为一个打气就真歹去雕塑。这个差不多拄好软的这个油涂是足容易通去雕塑的。用迄个茶做的这个刻刀，伫油涂顶悬来雕刻。照阮老爸要爱的角度、形状来甲伊雕刻。落尾我家己结婚了后，住伫台湾桃园的龙潭。伫一个真偶然的机会，竟然会当看到我伫高雄国中的同学，伫阮兜安尼行过、散步过。即间的机会内底知影讲，伊是咧做即个陶土甲这釉料的生意。上时因兜也有开迄个陶艺教室。这是我第一摆接触到即个涂灰仔涂。我就去因兜来报名上课。无偌久，我的同学甲我讲你莫阁来上啦，因为我家己做捏的这个灰仔红仔，互伊烧，伊甲我讲已经超出伊的这个教学的范围到落尾我就阁转另外一个方向，拜托伊甲我买一台露露拉坯机露露，来对伊学这个拉坯。嘛会当深深体会到今仔日的经文，耶利米书，上帝叫先知耶利米去找迄个师傅人，去看伊咧做陶土的即个工作。耶利米书18章记载就是咧讲这项代志。当咧学习做拉坯这中间会发现讲，这个是一个真趣味的一项代志。灰仔涂也是咱咧讲的陶土、瓷土无共款。必须爱控制真好势。伊的淡度、伊的水分等等的。你若控制无好势时阵，就容易失败。伫这咧拉坯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会当体会到这个师傅想要爱做，还是讲上帝爱耶利米去学习，当师傅手咧做的这中间，这个图就对这个师傅的手来受到捏造。伫过程了后，就会当捏造出师傅想要爱的形状，也是大小。你失败就表示迄个图无法度对师傅的手，也是讲咱咧讲迄个顺服啦简单来讲，就是已经失去控制。严格来讲，基督徒的信仰无讲民主，咱所讲求的是顺服。
基督徒必须爱亲像即个菲亚图共款的顺服，对着师傅的手来震动，互人调整咱的形态，互师傅来塑造，来成做师傅心目中理想的样式。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真叫做成功的作品。但是真可惜，真侪人、真侪基督徒，亲像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迄群人，伫马太福音的11章20节到14节，耶稣咧讲到即群人，只有咧要求神热，却无愿意被塑造。耶稣基督对即寡要求神热的人讲：我若伫恁中间行过这神热，行伫即个泰甲西顿，遐个人早就已经披麻三恢复，表示因已经悔改。这个人是外邦人，这个人是毋捌上帝的人，这个人毋是所谓的选民，但是因一旦去领受到，也是看到耶稣所行这个神迹的时阵，因就愿意被塑造。被塑造是一个固定的过程，有影图必须爱被受人咧做的这中间，需要甲压制、甲用好责，佮爱互伊来掠着中心。这个中心会通形容讲是上帝，然后才慢慢去互师傅来塑造。但是人通常真期待迄种速食的，迄个速食是速度的吼，快速的成果，无爱经历迄种被上帝来捏造塑造的过程。英语的 NIV 用 shaping 来形容这个字，意思是讲，伫迄个塑造的中间需要时间，需要去修正，甚至有些时阵是爱接受迄种反向的压力，然后去改变咱的形状。只有咱愿意顺服师傅的手，咱才会当被成功来塑造。我老爸咧做这个雕塑的这个过程的中间，时常需要将迄个假出来的油涂甲抠掉，然后才会当慢慢达到伊心目中想要爱的模样。所以去拄则假出来的油涂被改变形状，雕塑成做一个适当的形。你意思是讲，咱基督徒的人生品格必须爱互上帝来甲咱修正，甲咱调整，来甲咱捏造，去除遐无好的特质，假出来才无需要的，渐渐被塑造成做上帝心目中所想要爱咱的模样。坦白讲，这不容易，但是真值得咱来坚持来试。信仰千万毋通要求要食素食，安尼求速度尔。这是今仔日甲大家的分享。